台北放假车头附近的大理街，过去有全台湾头一个专门咧卖衫相款。台北乡土教育中心举办展览，互民众认捌放假历史，兼了解做衫裤的知识。你敢知影牛仔裤落地内底，阁有一个小小的落地啊，是要用来底什么物件呢？先做。不用做。我就是赖倒，赖倒，嘛有道理哦。啊，原来这牛仔裤吼，原先的设计是为吼要工作方便的啦，因为因的迄个有一种怀表，吼，啊要放在内底。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当咧举办展览，甲衫仔裤相关的知识一项一项开破，现场会使体验染线的方法，比较无共布料，也阁有阿兵哥、警察、消防员的衫仔裤特色。伫小小的展览空间内底，知影衫仔裤的万项事。本身嘛是台语老师的志工地春美，嘛伫小解过程当中，教大家衫仔裤相关的台语。咱台语有一个俗谚，叫做“袂食五日这粽”。破袖啊，唔通放。啊，这个袖啊，就这个绣皮去做。啊，因为这领绣皮真贵重，一定穿补，所以叫做破袖啊。经伫放假办这个展览，是因为放假车头附近的大理街有全台湾头一个专门卖衫的市啊，比上山的5分埔搁较早。大部分都是咱彰化人哦，彰化人呢，他们来台北打拼，然后呢，发现这个服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，还蛮适合的。那再加上当时政府的大力的推广，所以形成了这样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个服饰商圈。张庆平表示，这个展览主要是办给小朋友看的，欢迎爸爸妈妈伫休寒的时阵，带囡仔来遮了解衫裤是安怎做出来的。记者林书张玉水台北报道。